人活一世走到70歲，呢個關口好多睇法同年輕時候真係完全唔同。今日同大家講一句好現實甚至有啲扎心嘅話，人過70，朋友再多，大多都係鏡花水月。當你真係跌低嘅時候，真正能夠靠得住嘅來來去去就得4個人。我先同大家講，一個識咗幾十年嘅老朋友，以前做地產嘅，最風光嘅時候整層寫字樓都係佢嘅，每日飯局排到3更半夜，酒桌上面邊個唔叫佢一聲大佬。佢以前成日同我哋講，男人出嚟行最緊要就係識朋友，多個朋友多條路，錢揾得晒都冇用，人脈先係一輩子嘅財富。嗰陣時佢身邊真係圍滿咗人，今日有人請佢打高爾夫，聽日有人約去私房菜，逢年過節屋企門口嘅禮品堆到落唔到腳。佢自己都好得意，覺得自己呢一世最成功嘅唔係賺咗幾多錢，而係識咗成班知心好友。後嚟佢年紀大咗，將盤生意交俾個仔打理，自己退咗下來享清福頭1年仲好。舊朋友時不時仲會約佢出嚟飲茶打麻將，逢年過節都有人上門拜年。但係慢慢咁電話就越嚟越少，約佢出街嘅人就更加冇啦。有次我同佢飲茶，佢同我講話而家手機一日都唔會響，一次以前每日接電話接到煩，而家成日攞住個手機睇，生怕走漏咗電話。其實邊有咁多電話揾你啊？最扎心嘅係佢72歲嗰年喺屋企沖涼跣咗一跤，跌斷咗股骨，入咗醫院做手術。佢躺在病床上，攞出個通訊錄慢慢翻入面，傳咗幾百個號碼，揀咗30幾個。佢覺得最老友嘅人逐個打電話過去話自己入咗醫院，得閒嘅話過嚟坐下。結果你估最後嚟咗幾個？4個，兩個係以前生意上面有往來嘅伙伴，入到病房放低男生果，講咗幾句好好休養，前後唔夠10分鐘就走咗，話仲有公事要忙。有一個係舊同事，坐咗半個鐘，全程都喺度睇手機，有一句冇一句咁答話，剩低嗰個係佢30幾年前隨手幫過嘅一個後生仔。嗰陣時個後生仔冇錢交租，係佢俾咗2個月租金。人哋後來個後生仔做裝修生意普普通通，佢接到電話之後，即刻放低手頭嘅工，買咗粥水過嚟陪咗佢成個下晝，幫佢叫護士幫佢抹面，仲同佢講有什麼需要隨時打電話。呢位朋友同我講呢件事嘅時候，70幾歲嘅人眼都紅埋。佢話我呢一世揾過幾多錢，見過幾多世面，以為自己朋友滿天下，點知道最需要人嘅時候，就得一個唔算熟嘅後輩肯花時間陪我。我將幾十年嘅時間同心血花咗喺嗰啲所謂嘅朋友身上，最後回報率幾乎係零。真係好笑，佢呢番話好似一根針咁刺到我心裏邊。其實唔止佢，我見過太多太多咁樣嘅人，年輕時候呼風喚雨，身邊前呼後擁，以為自己人緣好到不得了，等到退咗休，冇咗權力同地位，身邊嘅人就好似退潮嘅海水一樣，一下就散得乾乾淨淨，連個腳印都冇留低。覺得呢番話講到你心坎裏嘅朋友，不妨喺評論區打出珍惜眼前4隻字，唔需要多講其他，打出嚟就當係同自己一個提醒。我今日同大家講呢啲嘢，唔係想叫大家唔好交朋友，亦都唔係想大家心寒，只係想講句真話俾大家聽。人到咗70歲就唔好再對朋友呢2個字抱咁多不切實際嘅幻想。年輕時候嘅朋友，有嘅係因為利益，有嘅係因為熱鬧，真係能夠陪你走到晚年嘅少之又少。與其將時間浪費喺無效嘅應酬上面，不如將心機放喺真正值得嘅人身上。咁到底邊啲人先係70歲之後真正靠得住嘅呢？我睇咗幾十年嘅人生喜樂，總結出4個人，今日同大家慢慢講，你認真聽落去，晚年嘅路肯定會好行好多。可能有人會講，你而家都仲未到70歲，憑什麼同我講呢啲？
我係冇70歲，但係我見過30歲就活成70歲咁孤獨嘅人，也見過80歲仲好似少年咁精神嘅老人家。我唔係以一個過嚟人嘅身份教你做嘢，我只係將我親眼見過、親耳聽過嘅真相講俾你聽，信唔信就由你自己判斷。第一個人就係你嘅老伴，你聽到你嘅答案可能會覺得呢啲都係老生常談啦，有什麼稀奇？但係我想你認認真真、誠誠實實咁回答我一個問題：你呢一世對你嘅老伴到底夠唔夠好？唔好急住話自己對佢好好，你仔細諗下，年輕時候你喺外面打拼，朝出晚歸，返到屋企累到倒頭就睡，家裏頭嘅大小事務，細到買菜煮飯、洗衣拖地，大到仔女讀書、親戚往來，邊樣唔係佢一手一腳打理你喺外面，應酬到3更半夜，飲到醉醺醺，返屋企推開門嘅時候，客廳嘅燈永遠都係亮着嘅。佢怕你摸黑先親，就算自己眼瞓都撐唔開，都仲係會留盞燈等你嗰陣時，你可能仲覺得煩，覺得佢仲唔瞓覺係多事。但係你而家回頭諗下呢盞燈，係呢個世界上最暖嘅光。我同太太結婚咗幾十年，講句老實話，年輕時候我真唔係一個合格嘅丈夫。當年創業最辛苦嘅時候，我成日幾日幾夜唔返屋企。屋企嘅事我一啲都冇理過，全靠佢一個人撐住。佢從來冇同我抱怨過一句，每次同我講嘅就係注意身體，唔好牙壞咗。呢句話年時候聽咗冇乜感覺，年紀越大越知道呢幾個字有幾重。一個人喺你最窮、最落魄、最唔着家嘅時候，冇怨過你，冇怪過你，唯一擔心嘅就係你嘅身體。呢啲唔係愛，仲有什麼係愛？人到70你就會明白一個好殘酷嘅現實，你嘅事業同你已經冇關係啦。你退落嚟嘅那日，你嘅地位名頭就已經全部歸零。你嘅朋友各有各嘅家庭生活，冇人會成日圍住你轉。你嘅仔女有自己嘅小家庭要打理，亦都冇辦法日日陪住你完成落嚟。每日同你一張台食飯，一張床瞓覺，半夜聽到你咳一聲就會醒過嚟問你有冇事嘅，就只有你老伴一個。你半夜腳抽筋，係佢爬起身幫你游暖。你朝早胃口唔好，係佢換住花樣俾你煲清淡嘅粥。你坐喺陽台發呆唔出聲，佢就安安靜靜坐喺你隔籬乜都唔問，就咁陪住你呢啲小事，睇起嚟不起眼。但係除咗老伴，冇人會幾十年如一日咁對你。我識得一位老先生，78咗，年輕時候做貿易賺咗唔少錢，成日周圍飛，同太太嘅感情一直都淡淡地，總覺得太太成日屋企頭冇見過世面，同佢冇共同話題。後嚟佢太太69歲嗰年突然心肌梗塞，走得好急，連最後一面都冇見上佢同我講。太太走咗之後，佢先發現自己連屋企嘅碗碟放喺邊個櫃都唔知，洗衣機點樣開都唔識，連基本生活都搞唔掂。但最令佢崩潰嘅唔係呢啲，係夜晚。以前瞓覺翻個身就碰到佢，就算唔說話都知道隔籬有個人。而家一摸冰冰涼涼，成間屋靜得可怕。瞓到半夜醒咗就再也瞓唔着，坐喺床沿坐到天光。呢種感覺比當年生意失敗破產仲要可怕100倍。所以我同大家講，趁而家仲嚟得及對你嘅老伴好啲，唔好覺得係你施恩俾佢，亦都唔好覺得老夫老妻咁肉麻好笑對佢好。其實係你呢一世最聰明嘅投資，係你晚年最穩陣嘅保障。以前唔好意思講嘅話，今日就講出口。以前覺得矯情嘅事，今日就去做。拖住佢嘅手去公園散下步，係佢耳邊輕輕講一句：呢咁多年辛苦你哋都70幾歲嘅人啦，仲有什麼好唔好意思？仲要等到幾時？難道真係要等到來不及嘅時候先嚟後悔嗎？講完第一個、第二個可能比第一個仲要令你意外，呢個人就係你自己冇聽錯。
就係你自己。可能有人會講，我自己仲使你教我，仲唔識對自己好？但係我想你捫心自問，過咗70歲，你真係有好好善待過自己嗎？我見過好多老人家都有同一個毛病，一世人都係為咗人哋活，唯獨唔記得咗自己仔女，打電話話手頭緊，二話不說就將自己嘅養老錢轉過去換。孫仔話想要新玩具、新書包，即刻就去買，街坊鄰居有事要幫手，第一時間就衝過去。但係輪到自己呢，想買件新衫，覺得舊嘅仲可以着算了，想出去旅行睇下世界，覺得浪費錢，留翻俾仔女好過算了。身體有啲唔舒服，就話去睇醫生，又要排隊又要花錢，唔好折騰，仔女又係忍。你以為呢啲係節儉，係唔想麻煩人？唔係啊，你呢啲係慢性消耗自己嘅命啊！大家坐飛機嘅時候都聽過，遇到緊急情況，仰起面罩跌咗落嚟，一定要先幫自己戴好，先可以去幫隔離嘅細路仔或者老人家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如果你自己先暈咗，連呼吸都唔得，你邊有能力去幫人？人都70，都係一樣嘅道理。你嘅身體就係你最後嘅本錢，你身體垮咗，唔單止幫唔到任何人，仲會變成所有人嘅負擔。你嘅仔女要請假嚟照顧你，你嘅老闆要日以夜夜守住你，你嘅家庭要拿一大筆錢出嚟俾你醫病。你本嚟想唔麻煩人，結果到最後反而麻煩得最多。我見過一位老華僑，一世慳儉，有病都唔捨得，睇錢都留俾仔孫，結果70歲後一身病痛，之前慳落嘅錢全送咗醫院，仲要仔女輪流請假照顧，一家人都辛苦，呢條數到底划唔划算？年輕時候省吃儉用，最後全部送咗醫院，自己仲要挨痛受火。所以啊，到咗呢個年紀，該食就食，該瞓就瞓，該運動就運動，該睇醫生就睇醫生，唔好再對自己咁孤寒。每日出去行半個鐘，曬下太陽，聽下雀叫，比你食任何補品都有用。每一餐都好好食，唔好為咗慳幾個錢就隨便對付你。而家慳落嚟嘅嗰幾蚊，日後住一次醫院就幾百倍咁套翻出嚟，仲要蝕埋健康。有咪小毛病就即刻去睇醫生，唔好硬扛。好多大病都係由小病拖出嚟嘅。除咗身體，仲有一樣嘢好多人都忽略咗，就係精神上面嘅自己。人到70，好多人退咗休之後，就會覺得自己冇用啦。以前你講句話，有人聽屋企大小事都係你話晒，而家公司唔關你事了，屋企嘅事仔女做主了，你突然之間就覺得自己好似多餘嘅。呢種念頭一旦生咗跟人嘅精氣神，好快就會垮掉。好多老人家唔係病死嘅，係心死嘅，覺得活着冇意思，冇人需要知己，精神一垮，身體就跟住垮。所以人到70一定要走一樣自己中意做嘅事，唔需要是什麼轟轟烈烈嘅大事，可以種花，可以練書法，可以落公園同街坊下棋，可以去社區做義工。總之要有一樣嘢能夠讓你覺得自己仲有用，仲可以創造啲乜，仲有人需要你。我自己退落嚟之後都有過一段空落落嘅時間，後嚟慢慢接觸新嘅嘢，走到新嘅節奏，日子反而比以前仲要充實。你要記住，你嘅人生唔係到70歲就結束咗，70歲只係另一段旅程嘅開始。呢段旅程嘅車票唔係喺你自己手上，唔喺人哋手上，善待自己唔係自私，係責任。你將自己活好咗，你身邊嘅人先可以安心。你將自己嘅身體同精神都養好咗，先係對呢個家最大嘅貢獻。好，講完前兩個第三個，可能好多人聽咗會唔舒服，甚至覺得我講得太現實。但係唔舒服都好，我都要講真話，因為呢個就係現實。第三個人就係你最貼心最靠得住嘅嗰個仔女。注意我講嘅係最貼心嘅嗰段，唔係所有仔女。我知道呢句話好扎心，你可能有2-3個仔女，手背都係肉，
邊個你都痛。但係你唔得不承認一個現實，到你真係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都能夠指望得上嘅。來來去去就得咁，一個唔係話其他仔女唔孝順，而係每個人嘅處境都唔一樣。有嘅仔女移民去咗外國，一年都翻唔到一次，就算有心照顧你都鞭長莫及。有嘅仔女住喺第二個城市，自己上有老下有細，每日忙到腳不沾地，邊有多餘嘅精力日日陪住你？仲有嘅仔女性格天生就唔係細膩體貼嘅類型，佢心裏邊有你，但係佢唔識得表達，也唔識得點樣照顧人。我見過好多華人家庭父母留喺本地，仔女全部移民去咗外地，一年見一次面，每次見面就幾日。仔女確實孝順，又會俾錢父母，但係父母又乜頭暈身熱，仔女根本就講唔翻你怪佢，怪唔到佢都有自己嘅工作，自己嘅家庭，呢個就係現實。你嬲也好，傷心也好，都改變唔到。與其成日抱怨呢個仔女唔睇你，嗰個仔女唔打電話俾你，不如將自己嘅時間同感情放喺嗰個最願意陪你、最有能力照顧你嘅仔女身上，好好維護同佢嘅關係，唔好成日拿佢同其他仔女比，亦都唔好成日對佢呼呼喝喝，覺得佢照顧你係理所當然。講到同仔女相處，就不得不提一樣嘢，好多老人家同仔女嘅關係越老越僵，唔係因為唔愛，而係因為冇邊界感。你覺得自己係佢老豆老母，就天經地義有權管佢所有事。佢點樣教細路，你睇唔慣要講兩句；佢點樣使錢，你覺得浪費要念幾句。佢同另一半相處，你總要插把嘴，甚至佢今日着什麼衫、食什麼菜，你都要評論幾句。我問你，你咁樣做結果係什麼？結果就係你嘅仔女越嚟越唔想翻屋企。佢唔係唔愛你，而係翻屋企太攰啦。每次翻屋企唔係享受家庭溫暖，而係好似翻嚟受訓一樣。你講嘅每一句話佢都要防住，你嘅每一個表情佢都要估下你係唔係又唔開心。久而久之佢就唔想翻嚟啦，寧願係外面加班都唔想翻屋企。聽你念經，好多老人家唔明白，總覺得我關心佢先會講佢仲唔領情，真係冇良心。但係你要知道，關心同控制係兩回事。關心係問你最近過得點，有冇需要我幫手嘅，控制係話你咁樣唔得，你要聽我講咁做先至啱。關心係站喺佢嘅角度諗，控制係站喺你自己嘅角度，要佢按你嘅意思活人到70。你要學識一樣嘢，呢兩個字聽起嚟唔好聽，但係絕對係你晚年同仔女相處嘅大智慧，就係閉嘴仔女嘅事，能管就唔好管，能講就唔好講。佢哋已經大啦，有自己嘅家庭，有自己嘅諗法，也有自己嘅人生。你唔可能管佢一世，你管住把口，唔好乜都插嘴，唔好乜都看不順眼。你嘅仔女反而會更中意翻屋企，反而會同你講更多。心裏話你尊重佢嘅選擇，佢先會發自內心咁尊重你。我識得一位84歲嘅老太太，3個仔女都爭住接佢去住。佢話相處嘅秘訣好簡單，從來唔教仔女點樣過日子，只係讓佢哋知道翻屋企永遠有湯飲，永遠唔會被念被評判。翻到屋企就係放鬆嘅，唔熟教唔控制唔評判，仔女自然中意翻屋企。好多老人家成日怨仔女唔翻屋企，其實係自己將仔女推走嘅。除咗相處要有邊界感，仲有一樣嘢，大家一定要趁早做，就係趁你仲清醒，身體仲硬朗嘅時候，將啲重要嘅事同仔女交代清楚。你嘅錢放喺邊度，你嘅保險有邊啲，你層樓打算點樣安排，你對身後事有什麼想法，全部都講清楚寫低嚟。好多老人家忌諱講呢啲，覺得講呢啲唔吉利，但係我同你講，你而家唔講清楚，到你走咗之後先係真真正正嘅唔吉利。你睇下新聞，幾多兄弟姊妹為咗爭一層樓，爭一筆存款鬧上法庭，反目成仇，老死不相往來。
你一世人辛辛苦苦建立起嚟嘅家，最後就因為你乜都冇講清楚，散得4分5裂，呢個先係最大嘅悲劇。趁而家仲精神，該講嘅就講，該安排嘅就安排，唔好覺得晦氣。呢個唔係晦氣，係你對呢個家最後嘅責任好。前面3個都講完咗，接下嚟第4個，我估你大概都諗唔到第4個人，就係一個敢同你講真話嘅人。呢個人唔一定係你嘅親人，唔一定係你嘅深交好友，佢可能係你幾十年嘅老同學，可能係同你落咗10幾年棋嘅棋友，可能係你住咗幾十年嘅老街坊。佢係邊個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有一樣特質，佢敢同你講真話，唔會專登講好聽嘅話氹你，而你也願意聽佢講。人到70，你會發現身邊嘅說話會越嚟越好聽。點解？因為所有人都就住你，恐住你仔女，怕你操心，什麼事都報喜不報憂。你嘅老伴怕你嬲，怕你唔開心，好多事都自己扛住。你嘅朋友到咗呢個年紀，邊個都唔想得罪人見面，講嘅全部都係客氣，說話好聽就好聽，但係有幾多句係真嘅？一個人如果長期活喺好聽話裏面，慢慢就會同現實脫節。你唔知道自己嘅身體到底係什麼狀況，你唔知道自己做個決定到底啱唔啱，你唔知道自己係唔係已經開始犯糊塗。你知唔知點解咁多老人家會俾人騙？就因為騙子最識得講好聽話，佢哋叫你阿叔阿嬸，每日噓寒問暖，比你自己嘅仔女仲要殷勤同你講，呢個理財產品穩賺不賠，呢個保健品包醫百病。你聽咗心裏亂粒粒，覺得終於有人明白自己，有人關心自己。結果呢，人哋係盯住你嘅養老錢，等你反應過嚟，錢已經冇咗呢個時候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敢講真話嘅人，拉住你講一句老友，呢件事唔對路，你唔好衝動，等我幫你睇清楚先，可能你就唔會上當，保住半輩子嘅積蓄。但係敢講真話嘅人，作用仲唔止呢個，更重要嘅係佢能夠接住你嘅情緒。人到70，情緒其實好脆弱，可能朝早仲好好地，下晝突然之間就莫名其妙咁唔開心，可能睇到一張舊相就坐喺度喊半天，可能因為仔女一句無心嘅說話，心裏就倒幾日呢啲情緒。你同老伴講，佢比你仲擔心，同仔女講，佢哋只會叫你唔好諗咁多。睇開啲同普通朋友講，佢哋亦都係講幾句場面說話，但係你需要嘅唔係呢啲大道理，你需要嘅係有一個人，能夠安安靜靜坐喺你對面，認認真真聽你講完所有唔開心，然後同你講一句我懂，唔係假惺惺嘅，懂係真真正正嘅明白。佢可能同你有過類似嘅經歷，所以呢2個字嘅分量係完全唔一樣嘅。我呢一世見過好多有錢有勢嘅人，佢哋什麼都有，就係缺一個敢同佢講真話嘅人。身邊圍滿咗拍馬屁嘅人，每個人都同佢講，你英明，你決定嘅太對啦。結果佢做咗一個又一個糊塗決定，最後將辛苦打落嚟嘅江山敗得一乾二淨。所以無論你有錢冇錢，有權冇權，到咗70歲身邊，一定要留住一個敢講真話嘅人。遇到咁樣嘅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唔好因為佢講咗一句你唔中意聽嘅說話就疏遠佢。呢個世界上講好聽話嘅人，一毛錢一打，隨處都有。但係咁冒咗得罪你嘅風險，同你講真話嘅人，一輩子遇到一個就已經係賺咗好。4個人我全部都講完咗，老伴，自己最貼心嘅仔女，敢講真話嘅朋友。可能有人會講呢啲道理我都知啊，冇什麼新鮮嘅。但係我同你講一句真話，知道同做到呢中間嘅距離比地球到月球仲要遠。你知道要對老伴好，卻總嫌佢囉嗦；你知道要顧好自己，卻總慳住錢唔捨得睇醫生。你知道同仔女要保持距離，卻總管唔住把口，乜都要管。你知道要珍惜講真話嘅朋友，卻總聽唔入逆耳之言。道理人人都懂，
但做到嘅人冇幾個，無非係幾十年嘅習慣，難改，但難改唔代表改唔到。當年外國咁多苦都過嚟啦，改幾個時候習慣算什麼？我唔叫你一下全部改，好唔現實，也冇必要。你只需要從一件小事開始做就夠啦。今日翻到屋企，行到你老伴身邊，望住佢，同佢講一句：你咁多年辛苦你啦。聽日朝早唔好一早就坐喺度睇電視，落樓去公園行半個鐘，曬下太陽，呼吸下新鮮空氣。呢個周末俾你嘅仔女打個電話，唔好一開口就問揾咗幾多錢，工作順唔順利，你就問一句：最近過得開唔開心啊？下次你嘅老朋友同你講咗一句唔好聽嘅說話，唔好即刻就嬲，先諗下佢點解要同我講呢啲，佢根本冇必要討好我。佢講呢啲係因為真係當我係朋友，真係為我好。就呢幾件小事睇起嚟不起眼，但係一日一日積累落來，你嘅晚年生活就會完全唔一樣。最後，我同大家講幾句掏心窩子嘅話。你知唔知70歲之後人最大嘅敵人係什麼？唔係疾病，唔係貧窮，係孤獨。到咗呢個年紀，錢夠花就得啦，唔需要大富大貴，你又唔使再買樓，又唔使再創業，錢幾多先叫多？租食夠住，有乜事可以攞得出錢就夠啦。地位呢啲嘢就更加虛啦。你退落嚟嘅那日，你嘅職位名頭就已經全部還俾社會啦。呢啲嘢生不帶嚟死，去到老咗真係一點用都冇。咁最怕嘅係什麼？係朝早醒過嚟，成間屋靜悄悄的，冇人同你講一句早晨。係你見到一樣好笑嘅事，想同人分享翻遍，成個通訊錄都揾唔到一個可以打電話嘅人。係你半夜突然身體唔舒服，唔知道應該打俾邊個，也唔敢打俾仔女，怕佢哋擔心，只能自己硬扛。係你坐喺窗邊睇住街上面人來人往，覺得呢個世界好似同自己冇任何關係，自己就係一個多餘嘅人。呢種孤獨感係70歲之後最可怕嘅敵人，比癌症仲要可怕。因為癌症仲可以醫，但係孤獨冇藥醫。我見過一位82歲嘅老人家，仔女都好出色，住大屋開好車，按理講應該好幸福。但係佢同我講，佢最怕就係周末工作日，街上仲有人氣。到咗周末，仔女各有各嘅活動，成間大屋就得佢一個人。佢坐喺客廳，電視開着，但係根本冇睇入去，就咁坐住，由天光坐到天黑，連個說話嘅人都我冇。呢種平靜底下係深入骨髓嘅孤獨，係被全世界遺忘嘅無力感。但係如果你身邊有呢4個人，你就唔會跌進呢種孤獨裏面。有老伴陪住你，你至少唔會一個人食飯，一個人瞓覺，半夜醒咗，隔籬有個人就唔會怕。你善待自己，有自己中意做嘅事，有精神寄託，就唔會成日胡思亂想，覺得自己冇用。你同仔女關係好，打電話俾佢哋唔係有壓力，佢哋翻嚟睇你亦都唔會有負擔，你心裏邊就有底。有一個敢講真話嘅朋友，你有心事嘅時候有地方講，有人懂，唔會乜都憋喺心裏邊。呢4個人就係你晚年嘅安全網。有咗呢張網，無論發生什麼事，你都唔會跌到底，都有人接住你人。呢一世年輕時候做家法，什麼都想要，什麼人都想識，什麼機會都唔想放過，熱鬧得不得了。呢個冇錯，年輕就應該咁樣，要床要平，要多見世面。但係到咗70歲就要學識做減法，不重要嘅人就唔好再花時間應酬啦。不重要嘅事就唔好再操心啦，唔開心嘅回憶就唔好再翻出嚟諗啦。你剩低嘅時間係有限嘅，精力也係有限嘅。你要將呢啲最寶貴嘅東西全部留俾最重要嘅人。老伴係你一世嘅戰友，同你一齊捱過咗大半輩子嘅風風雨雨，剩低嘅路你咪要互相攙扶住，慢慢行，好好行。你自己係你人生嘅根基。根基唔穩，上邊冚都立唔住，將身體養好，將精神養好，你先有能力去愛人，去享受生活。
最貼心嘅仔女係你嘅後盾，關係維護好啦，你心裏邊就有底氣，就唔會怕老，唔會怕病。咁講真話嘅朋友係你嘅鏡子，讓你睇清自己，唔會活喺幻覺裏面，唔會行差踏錯戰友根基後盾鏡子呢4樣，就係你70歲之後最珍貴嘅財富。我知道你聽咗咁多，可能會有感慨，可能會覺得自己以前做得唔夠好，但係冇關係嘅。種一棵樹最好嘅時間係20年前，第二好嘅時間係而家。你今日意識到啦，今日就開始做，一切都嚟得及。今日講咗咁多，都係我呢大半輩子睇到嘅經歷到嘅真心話。如果覺得有用，就轉發俾你嘅老伴仔女同最好嘅朋友睇下，唔需要解釋什麼，等佢哋自己睇。睇完之後，可能你們之間就會有一些以前從嚟冇講過嘅對話。呢啲對話可能比你一輩子講過嘅所有說話都重要啊！最後送大家一句話：珍惜眼前人，做好眼前事，不勞而行就夠㗎喇。我哋下次再見。